舊電視模式已經結束啦，等我嚟澳門介紹 myTV Super 電視3.0俾大家認識啦。愛回家3.0。係啊，你好。咁第一條問題簡單啲啦，我唱首歌俾你聽，咁你就要估咧嗰套電視劇係叫乜嘢名啦？寧願沒擁抱，共你可到老。祝君好。第二條問題啦，究竟 myTV Super 嘅直播頻道有幾多條咧50條。係啦，好叻啊！耶，又收獎品啊！我哋去到第三條問題啦，東張西望嘅獨家直播3分鐘，究竟喺逢星期幾同埋幾會播出嘅咧？試過一次。1同4。係啦，好嘢，又答啱咗啦，好嘢！澳門 myTV Super 電視3.0，耶！靚仔，我想捉你咧做個訪問啊，得唔得啊？可以。有獎問答遊戲，有獎品嘅。我唱一首歌，咁你要估咧嗰個劇集嘅名稱。無懼世事變改，還是越難越愛，為你。紫光姐。係啦，好彩嘅。myTV Super 咧有一個叫做 myTV Super Chat， 咁咧入邊咧有邊3個功能你可以同一時間去做嘅咧？傾偈。係冇錯啦，咁梗係傾偈啦。睇片咯。係啦，可以得閒睇電視啊，仲有咧？睇片傾偈啊！佢呢個咧就係而家你做緊嘅嘢啦。獎品。係啊，就係攞獎品，數百萬放棄碎銀，俾獎品啫。恭喜你！澳門 myTV Super 電視3.0，耶！myTV Super 其實要點樣登記嘅咧？有冇提示？係唔使登記嘅，冇錯啦。澳門 myTV Super 電視3.0，耶！我又去捉人問問題啦。喂，就你啦！呢位男仔，我有啲問題想問你啊，係估下咧呢首歌咧係嚟自邊一套劇集嘅？浪奔浪流。你唔唱埋佢嘅？唔唱啦，你估啊？上海灘。係啦，知你識啦，好嘢！我哋 myTV Super 入邊咧有一個回看嘅功能，咁咧究竟你可以享用免費幾多個小時嘅回看咧？好似係12個鐘。係啊，咁犀利咯，即係有睇開嘅喎。睇開啊！恭喜你啊！喺 myTV Super Chat 咧，我哋可以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咧？到時係可以抽咩啊？哦，抽獎啊！係啊，冇錯啊，喺答問題抽獎嘅，耶！冇錯啦，澳門 myTV Super 電視3.0，耶！